來看，你若是後座有載人，你收到罰單，竟然講人是一個物品，你唔知啥物感想？這是高雄市的機車技師吼，佇咧路口紅燈正滑，去用檢舉收到罰單，伊這叫做路口的時陣弄紅燈，但是後壁是載運危險物品，後壁是啥？咱去看這張相片，伊講的後壁載因某你即馬你是講阮某是危險物品喲？騎車民眾紅燈正滑煞收到罰單，金額關要5千4，哪會遮貴？來看違規的理由，在危險的物品弄紅燈，咦？對哇，後壁這是太太，哪會變做危險的物件咧？那天我們只是去訂那個粽子，端午節要吃要拜拜的，都沒有帶東西，然後只有載物。然後我說該不會是誤以為我是危險物品吧？超好笑，怎麼會有這種事情？當事人三無頭髒，講後擺想閣甲載某出去，代志就發生佇咧高雄三民區。這個月初4，翁仔某騎車相載，因為紅燈正滑扣檢舉，不過這罰單的理由，互網友笑甲攬倒，講警察代理人哪甲某當作高風險的物件咧？如果老婆上危險物品，那你有可能也是別人的老婆，那你也是危險物品，大家都是啊。所以說，我覺得應該蠻烏龍的啦。講笑話來講不算，就是可以啦。可是如果是以這種開單的話，那就是蠻怪的。警察趕緊釐清，紅燈違規正滑，上濟罰10倍，是經費系統的操作頂打起。主動函請交通局裁決中心協助更正法條，並製作更正通知書，寄送違規車主。警察心靈所失，不過閣看一擺，這一張引起立即罰單，互網友攏走證講，這理由會通哦，因為了嫌了好，千萬唔通了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